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讲，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剩上尾一礼拜哦。那么讲到台湾人虽然无这个投票权，但是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关注哦，比英国拢较济啦吼。尤其来讲，咱讲这个11月初3，这个剩上尾一礼拜的时间哦，到底这个选情会有啥物款的这个变化？那么看到讲，美国各州的这个投票人数已经超过6000多万人吼，伊是创纪录啦吼。但是敢会受到啥物款的事件影响？吼，先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啦吼。首先，咱要看到是拜登的这个后生哦 ，Hunter Biden， 伊电脑内底哦，叫人谣伊讲哦，查出着讲哦，得到这个中国利益的这部分哦。另外，伊嘛牵涉着讲哦，一寡这个性的这个吼歹代志吼，失德代啦吼，到底会可能安怎影响到美国总统的这个大选呢？嘛有讲吼，无共款的立场的人吼，可能讲哇，真正无影响啦，无这个10月这个经济出现。嘛是有人讲哦，这个 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哦，可能民调已经出现着变化，所以咱们看到讲哦，有一寡这个州吼，可能讲有一寡已经可能到这个拜登的这个部分，即马要后悔来改道上，改道这个 Trump 吼，嘛有这款风声这款讲法出来吼。另外，咱嘛就讲吼，这个 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吼，美国国内吼，因为这个主流媒体拢无咧报，但是咱看到华文世界这个部分，真倒是报真济啦吼。有人讲这是中国反习近平这个派系人吼，白派来提供着一寡资料吼，敢真正是有影咧？咱今日嘛好好来讨论吼。另外，咱嘛讲到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哦，这个 Trump 真正是无顾正义，补提名着大法官啦吼。对了，共和党咧，伫咧国会强势来通过着这个 Amy Coney Barrett 吼，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大法官，就是讲哦，有人讲哇，这个总统这个选举的结果可能尾手。这个 Trump 会失去掉这个连任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即阵按照大法官来替伊讲，尾手真正若是败选的时阵，会当来做一寡这个仲裁啦吼，留一寡这个后路伫咧。但是有人讲，这个 Amy Coney Barrett 伊是较保守派这个部分吼，对伫选情者会当刺激到一寡极端保守派这个选票啦吼。咱嘛讲到讲，其实选情7天以前有一个大代志。对台湾人来讲吼，尤其是搁较熟悉，还是讲吼真正对咱较关心啦吼。尤其是讲咱的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美国是一礼拜通过着2个这个部分啦吼。咱嘛讲到这对台湾来讲，咱看到讲10月2日的时阵，迄当阵是要卖咱讲 HIMARS 这个多管的这个火箭吼系统，差不多有3项这个武器伫咧吼。10月2日的这个部分，咱讲小连续无到5天，又搁宣布着啥？要搁卖着咱吼100套这个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有人讲真正是美国无要插中共啦吼，但是有人讲哇，伫咧选情这么关键的时刻，美国这个动作到底有啥物用意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先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到国策研究院研究员陈文甲，你好，大家好，我是陈文甲。第二，咱们邀请到咱的老朋友国民党的这个文团会副主委郑兆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新。再来，咱嘛邀请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系这个系主任叶员哦，因咱等下透过连线。另外，咱等下嘛有来宾是咱这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义中吼。首先，要来带大家来看讲，大家吼，咧这个2位候选人吼，要拼一下生死，但是全美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全透透，咱讲行透透啦吼，所以一寡关键州特别来去走，尤其是亲像咱讲的，这个 Pennsylvania 吼，咱讲的有人是行差不多10届以上啦吼，咱讲的这是拜登这个部分，Trump 嘛是同款啦吼，因为咱讲关键的这个选区一定要提好掉，这个若是超过270张的这个选举人团票吼，就可能赢到这回这个总统大选吼，先做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一礼拜，总统川普26伫宾州已经安排3场造势演讲，就是要伫这两党选情接近的关键州，像这州20场选举人票。川普讲家己未对新冠疫情导航，佮批评拜登背叛宾州，是要立法禁止传统能源，互宾州人生活歹过。Pennsylvania lost 50% of its manufacturing jobs after Biden's NAFTA and this China disaster that we signed. A decade after decade, vote after vote, Biden betrayed Pennsylvania. He betrayed our country through sheer stupidity. He's going to ban fracking,
and deliver an economic death sentence for Pennsylvania and for many other places in our country. 拜登同款也伫216伫宾州测试特区，伊伫宾州出事强调家己虽然被过分自信，毋过有上帝稳定加强烈支持，相信能赢这个关键选区。The bottom line is, Donald Trump is the worst possible president, the worst possible person to try to lead us through this pandemic. And I don't think he just either doesn't have any idea what to do, or he just doesn't care. I'm not shutting down oil fields. I'm not eliminating fracking. I'm investing in clean energy. 加州甲马里兰州伫个24加2日正式展开提早投票作业，民众挂喙暗耐心排队，遵守川普政权指示，保持社交距离。不过，这摆大选已经超过6000万人提早投票，不止拍破顶一届纪录，投票率有希望创8年新高。发生社经历7大关键摇摆州，伫赢者专题游戏规则之下，因将压力选举人票，真可能左右大选结果。这州分别是宾州、密西根州、北卡罗来纳州、佛州、威斯康星州、亚利桑那州甲俄亥俄州。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咱看到美国即阵真正是为着这个选举闹热滚滚，但是台湾嘛是真关注啦吼。咱头都已经讲过啊，但是咱要看到讲吼，这个 Hunter Biden 伊这个后生会影响到伊的这个选情嘛，会影响到 Biden 的这个选情嘛。另外，咱嘛有讨论到讲吼，这个 Amy Coney Barrett 吼，这个大法官就任，敢讲真正川普遐尔无信心啦吼。所以咱要先请教咱的这个文教这个研究员吼，安怎来看讲美国伫咧上尾一礼拜到底选情会出现什么变化无？这个问题呢，我看以咱台湾立场来看，只是我感觉是南饼人先饼先，先饼先啦吼。因为呢，就迄个川普来看，因为川普伊是掌握到迄个行政权 ，OK， 但是拜登呢，伊是掌握到所有伊的基础力，吼，伊的民调较悬 ，OK， 啊，所以呢，我这两方面我来分析，第一，就川普来看。因为伊正是现任的，伊当然是内场。OK。哦，第二点呢，伊这4年来，不管伫伊的经济，就是讲为中美的贸易战，还是所有反中，保台湾，OK，还是香港法案，还是印太战略，还是迄个四方的安全会谈，而且是即马在进行的这个美日的利剑演习。这几个呢，拢是对川普的经济，也是伊的安全，也是军事外交，拢有加分、甲得分。啊，第二点呢，看这个民调来看，因为自这个选举甲打呢，这段时间呢，我看所有美国主流民调呢，拢是以川普较弱势，拜登较优势。啊，但是我是观察这个点。这重点是，因为民调呢，会当反映，无唔对，只是数字会讲的，但是会讲唔对的。OK， 亲像咱讲2016年嘛是共款啦吼。这个普选可能这个票真正是这个，咱讲迄当阵是 Hillary 较悬吼，但是这个民调这个结果吼，大家嘛是变盘，因为咱讲下这个美国选举制度有影较复杂啦吼，是这个选举人团制度啦吼。但是咱嘛要过来请教，就是讲吼，真正咱看到这回嘛是有一寡吼一寡较奥博的这个部分，嘛袂当讲伊完全是奥博啦，可能有的这个部分是这个传闻的这个部分，但是对一个安尼逼出来哈，到底对选情有啥物款的影响？咱搁继续来请教咱的赵新兄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 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哈，有人讲哇，真正是哇，吼这个 Trump 这个买手吼，一礼拜会当倒赢到咱讲的 Biden 啊，敢真正有可能？我看咧拜登后生这个代志吼，可能有影响，啊，毋讲无讲介大，无讲大到讲要逆转这个情形，这个状况，我看是无到迄个程度啦吼，因为这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咱会当了解一下，就是讲拜登吼，伊其实就少年的时阵吼，伊的某就过身啊，意外身亡吼。所以讲呢，拜登啊，逐工拢是有坐足久的2点钟以上的火车吼，到华盛顿 DC 去上班吼，逐工一定要回来，搁坐火车回来，逐工通勤就4点钟吼，因为伊会照顾伊的囡仔，好，所以讲这两个囡仔，囡仔有几落个吼，搁一个 Hunter 有一个。大兄啦，大兄即马过身啊，对嘛过身啊，所以自细汉就看因大汉，吼啊拄啊好伊个大兄搁过身，吼嘛是意外咧闹流，
原底是美国的这选民吼，大家拢咧社会对伊个大兄吼，对这个Hunter的大兄是寄予众望，是讲哦，这些都是阁是检察官啊，战争内底阁是英雄吼，结果过身啊，所以讲对伊个家庭吼有足侪同情，对，所以讲Hunter。虽然讲这个代志有这个什么邮件门的代志，啊，不过这社会对伊的家庭是足同情的。OK。哦，啊，佫讲，Hunter 毕竟毋是拜登本人，是。哦，但是伊本人这代志可能较大条。OK，就是咱讲吼，可能有影响，但是袂安尼吼，真正这个川普安尼就买手就倒赢吼。无讲这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无的。OK， 所以咱嘛继续要来请教到吼，咱看到这个，咱要来请教到美国。这个在地这个教授啦吼，亚教授，伊是安怎看讲真正这个咱讲 Trump， 咱讲真正会倒赢吗？还是讲这件代志啦？咱讲 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真正无影响？咱先来听伊安怎讲。好 ，Hunter Biden 这事件吼，讲实在话啦，即摆阮咧看民调吼，即摆差距无遐大，你知无？大部分的人会想讲吼，即摆有 scandal 出来啊，即摆 Hunter Biden 啊，甲中国有私通这款的关系，所以讲吼民调会愈差愈大。但是事实来讲啦，阮咧看迄民调最近的民调吼，结果是想讲吼，紧讲真实话啦 ，Hunter Biden 即摆对美国选情无啥物影响的。讲实话是无啥物影响的。差距无讲结果大，嘛无讲结果小。我咱听到这个亚主任吼，伊是讲吼，可能这件代志无啥物影响啦吼，所以咱嘛要看大家吼，过来了解到咱今日另外一位来宾是咱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中，罗委员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是啦吼，咱嘛看到讲哇，真正这个 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到底有影响无啦吼？咱嘛看到讲上新的民调吼，这个预测到底是啥物吼？咱讲到这个权威预测机构吼 ，538啦吼，伊讲吼，这个谁会赢吼 ？Biden 是88 in 100吼，就是88%会赢哇，这样有自信的这个民调吼，但是这个民调有准啊无准，咱等下再好好啊讨论吼。另外就是讲吼，这个 Lamson 这个上新的这个民调讲总统要投向川普，哎呦已经领先啊，这阵是48%啦吼，拜登这阵才47%呢吼，倒赢伊1%啦吼，敢真正有影咧？因为这个 Hunter Biden 这件事件嘛，党内支持度咱嘛看到讲吼，共和党这支持率吼，差不多84%是支持 Trump 吼，民主党支持者有77%的这个支持拜登啦吼，相信讲拜登吼知影。也是讲吼，牵涉到后生 Hunter Biden 这个适得代的人吼，相信的人有54%，无信的是38%，所以咱讲是这个 Rasmussen 这个报道，然后另外咱看到另外一个民调吼，这个 Trafalgar 这个部分吼，27号上新的这个民调，2016年为正确，又就讲哇，川普迄当阵会调的这个民调公司啦吼，支持川普这回嘛是48.4%啦吼47.6% 是支持拜登的吼，相差吼拢伫这个误差这个范围之内啦吼。另外咱看到英国线顶这个民调业者吼 ，U Government 这个部分吼，27号上新的这个民调，伫 Pennsylvania、伫 Florida、North Carolina、go Arizona、Wisconsin、go Michigan 这个 6咱讲的这个关键州啦吼 ，Swing States 内底拢是拜登来领先。另外一份民调是这个华府的这个智库 Cato Institute 啦吼，伊讲无愿意公开着政治立场的选民，也有6成2啦吼，所以这6成2有够关键吼。其中保守派77%，这个保守派到底是啥物意思啦吼？就是讲吼，过去可能真正无愿意来投票，还是讲吼，较这个真正对一寡议题也好吼，较保守的这个部分，到底买手的是？正做是 Trump 的倒赢的关键，无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罗委员吼，咱来看到讲吼，这个 Hunter Biden 的事件，大家可能讨论起来，未是这个上尾这个上关键的这个部分，但是买手一礼拜，佫有啥物关键的因素会倒赢 Trump 会倒赢无？我想这个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到底是和这个算讲民调开始发生这个转变吼？是，主要是讲。就讲大家即马看迄个 Hunter Biden 伊本身的即个迄个立场，是有个人是讲这个 Hunter Biden 伊的即个咱讲伊的 sexual controversy 吼，伊甲迄个性行为即款的物件吼，这是伊个人本身的一个问题，甲因老爸无啥关系。OK， 所以讲吼即款的根本就袂影响伊要去投，因为伊要投是投因老爸，毋是要投 Hunter Biden 吼。
啊，但是嘛有人认为讲，这表示讲这家庭本身吼一定是有问题嘛。OK。吼，啊，另外嘛有人咧怀疑讲，啊，Hunter Biden 摕遐尼侪钱，啊，因老爸讲完全拢唔知影，尤其是2012年、13年迄当阵，迄老爸做副总统的时阵，坐即个空军2号走去中国，啊，结果伊国家伊的囝摕伫边啊。了后无过偌久，变成伊的囝就伫遐有真侪中国生理就海出来啊，所以讲一定讲中间有问题嘛。所以嘛有人是认为讲，即个本身 Hunter Biden 虽然讲伊即个电邮内底吼有遮尔侪人讲算讲迄个真不堪入目遮画面，啊，但主要是讲伊的即个可能用权来摕到钱，即款的即个问题，认为伊的老爸吼应该是有涉入。是，所以讲我是讲。拢无共款的即个看法，啊，即马真有可能就是讲吼，算讲认为讲即个注重即个算讲咱讲性即个方面呢，应该是较自由派，啊，认为讲吼，啊，即个物件根本就甲即个人本身伫迄眠床顶内底的代志，甲迄地理国家无啥关系吼，啊，这甲老爸嘛无关系，所以讲本来就是该支持即自由派的人，本来就是。袂讲投互即个创普嘛，所以要吹票就是即个保守派即个部分。嘿，算讲保守派才是真正会讲出来，尤其是讲真侪人是认为讲即个保守派真侪拢是较无爱讲话，较无爱表态，就是民调头顶看袂到的，看袂出来。因为有一个讲法是讲，即个人吼，即马伫迄全美国咧讲，算讲公共咧辩论的时阵吼，拢是毋是讲 silent majority， 是讲互人。侮辱的 majority 啊，吼 humiliate 的 majority 吼，因为伊感觉讲你也是去支持 Trump， 表示讲你这样无知识、无头脑，是迄个白迄个咱讲白垃圾 white trash， 吼，啊是即个算讲无啥物款的教育背景，你甲其他国家人来竞争吼，你就拼袂赢，所以讲你就是输家嘛，吼，啊即款人伫外口咧讲我支持 Trump。啊，互人敢若笑尔。OK。所以讲，有的人是讲，因为即款的心理吼，互真侪是讲创的支持者都无愿意讲话。规气就结点啦吼，关于这个部分安尼是。啊，但是嘛有人，但是伫遮就讲，你也是讲看，因可能这民调无法度看出来，但是你到因喙头前吼，即嘛即当阵，敢有人都伫遐伊的喙遐插一个旗仔，讲迄 Trump 还是讲 Biden。因为差不多4当前的时阵，嘛差不多共款即款情形，民调拢是 Hillary 伫遐赢。啊！但是你看外口底下的这个，算讲伫遐厝林门口吼，也是讲车顶底下搭这牌啊，拢是 Trump。吼啊！我小妹就住美国嘛，伊就我迄时阵甲伊讲，我认为 Hillary 会赢。伊讲，敢真正安尼？伊感觉讲 Trump 可能会赢。是。所以我讲无可能啦，民调拢是安尼讲的啦。民调拢是安尼讲，所以咱嘛看到讲一个较趣味吼，头拄啊，这个赖委员有讲到吼，这个底下打这个广告的吼，可能是这个 Trump 的这个部分，但是伊可能袂做一寡这个民调上表态。啊，这个 Pennsylvania 嘛有讲吼，去做这个饼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是买这个 Trump 的饼的人较侪啦吼，所以这嘛是另外较笑块这个一个所在，也是讲选举观察这一个重点。但是咱嘛讲到吼，即阵美国吼选情遮尔变化，咱国内嘛是真关心啦吼，但是关心咱今日嘛有讲到吼，可能伫咧遮会平手无吼？咱讲这个选情可能是这个 Trump 甲 Biden 买个手得到这个选举人团的这个票是要讲，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参众两院可能嘛是一个关键。另外就是讲吼，这个选举若是有一个变化，这个咱讲的新提任的这个 Amy Barrett 吼，这个新的这个大法官其实嘛扮演一个真关键的作用。咱先做来看。美国总统大选就要到啊！大选的结果会影响到台海的局势。28早起，国民党智库举办美国大选研讨会，几个专家学者拢认为讲，目前川普甲拜登竞争真激烈，胜输胜赢还阁真歹讲。学者严正先分析，有机会影响269票比269票平手的局势。到时以美国的宪法，总统会由众议院来表决，副总统由参议院选出来，选民恐惊是无法度接受。美国会不会乱掉？就是总统跟副总统有可能是不同一个政党，那美国会不会对美国整个民主的运作会有一些质疑了？都已经到达3点多，这个就是表示在选前的这么近的时间里面，你持续下跌，像泻肚子一样。学者张定基认为讲，美国新任的大法官是由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就任，对拜登的声势是有帮助。
2019年开始，美中台三边的关系豆豆拍破平衡的状态，加上美国下党派反中国的声音真一致，要揪紧台美的连结，这嘛会让美中台的关系进入新两极时代。美国最终还是要掌握三边关系的定义权，不会轻易让大陆跟台湾来掌握。如果美国是一个选举，然后呢，川普要给我们台湾更多的 offer 来增加他的一个筹码，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川普方案？川普政府伫一礼拜内通过2届对台军售案，不过学者嘛烦恼讲，美国甲中国接压比台湾更较侪政治本钱甲政策选择，伫美中影响之下，台湾敢是敢若会当消极接受美国对台湾的方案，抑个有要安怎掌握自主权是刷落来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咱讲选情其实咱讲真正较激烈啦吼，但是这个激烈这个部分到底真正会平手啊无平手啦吼，这嘛是真歹讲啦吼。若是真正有平手咧，咱头嘛讲到可能是参众两院吼，一个要决定是总统，一个要决定副总统，但是安尼有造成什么影响？咱个先请咱的文家这个研究员。关于万不利，因为即摆民调急，一败。假设讲若因两个在选情的产生纠纷，也是有这平手的状况。是，这买手可能会由大法官，即摆现任的高法官9个来决定。是，我来看最近呢，佮补一个属迄个保守派。所以呢，这6个保守派一定较赢面，因为保守派较支持川普。OK， 这是我第一个观察。所以佮第二个观察就是呢，因为谈到有讲到一个部分，就是讲。这礼拜按主要爱看，佫是一礼拜选举。这礼拜看就是看伊的方向是安怎。但是我看这2天的报纸拢是报道迄个电流门，就是Hunter的消息。这当然是对拜登较不利。OK。第二点对拜登较有利的，就是当然是迄个川普伊的肺炎的防疫不力。是。第是迄个族群的问题，第三是经济问题。OK。所以呢，这个新闻较少看到 ，OK， 所以是不是会影响到买手会有迄个川普呢得到胜利？按有待观察。OK， 有影啦吼，咱头拄嘛讲到讲这个大法官其实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角色啦吼，但是咱讲这个大法官进前，咱先讲一个较这个部分的这个观察啦，就是讲吼，咱虽然这个台湾还是讲华人世界真关注伫咧 Hunter Biden 这件代志，但是因吼，咱看到因这个报纸还是讲主流的这媒体，其实吼无看到介济看这个消息啦吼，其实伫咧社群媒体查了较济啦吼。今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美国的这个 New York Times 吼，伊佫讲吼，有人讲哇，这就是美国这个新闻、这个守门的这个制度，还是讲这个机制又佫产生啊。但是这个 New York Times 这个评论内底佫讲着吼，民众嘛。这个知影的这个权利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嘛是感觉足奇怪，就是讲这件代志有当时啊是咱嘛看到讲吼，是这个中国吼逼出来这个部分吼，伫中国伫咧美国这个商人吼来甲这个事件规个逼出来吼，这嘛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咱要搁回过头来讲到咱头讲的大法官这个部分吼，即阵是提名着什么？这个 Amy Coney Barrett 吼，咱看到就讲伫咧1993年的时阵吼，这个过去咱讲这个 RBG 啦吼，这个传奇大法官，较自由派这大法官伫咱看到是伫咧9月18时阵来过身吼 ，Trump 就是讲吼，这个 Amy Coney Barrett 吼，10月26就以52比48这个票数吼，隔2日同日吼，就宣誓就职啦吼。咱看到这个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这个比例，真做是6比3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可能有一寡伫女性吼，这个 abortion 这个吼，甲囡仔摕掉这个选择权，也是讲奥巴马这个健保，佮有这个大选，若是真正发生。这个爱需要仲裁这个时阵，咱讲这名大法官就真正有关键的这个部分吼。可能伊这个大法官是提名改写，就讲未来30天美国甲世界法律的这个解说。另外，嘛来讲吼，要推出着保守派选票吼，为大选来带来变数吼。所以保守派会因为这个大法官提名来做一寡改变嘛，咱继续来请教先生。这是足趣味的一个代志吼，原底已经是保守派对自由派就是5比4吼，就是讲较保守的状况出现啦吼。毋过即马一个新的这大法官吼，伊是天主教徒吼，所以讲伊是足保守的吼。abortion 吼，跟这 Obamacare 吼，基本上伊是当时可能较保守、较反对的吼。所以讲，毋过这讲到选情的物件吼。咱就讲这选情讲对共和党是一个强心针，这是我无共款的看法。OK，
因为你原底已经5-4啊，对大家来讲已经就是讲这法官的这结构就是较保守。是。啊，即个自由派呢，就是有即个意识吼，讲即马搁加一个大法官是保守派的吼，是毋是会失衡？是。所以讲啊，自这个提名通过了后吼，你会发现讲啊，民主党伊的募款吼，向冲甲足悬的。颠倒是吼。向冲甲足悬的，因为大家又想讲啊，较中远的选民就想讲啊，这安尼可能会失衡的，长期会当行过咧保守的路线。OK。有人讲啊，进9定可能搁会来啊，对安尼。所以讲会挑起大家咧较自由派的迄个。较有危机心，所以当讲川普这波伊嘛疗伤未够嘛。反对讲是讲人有讲是共和党对川普甲大法官内底选择大法官放弃川普，咁嘛有即款话讲出来，有即款声音出来，因为这影响未来30年，咱的议题真正咧。最重要的是改税权的时阵吼，这对这共和党是较有利，这是无较保守派较有利，这是无毋对啊。啊，我对这个选前内底呢，可能反射是较民主党的这个选票冲较悬，这嘛是有可能的。是啦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吼，这个伫共和党、民主党安怎来看这个议题吼。补充一下吼，啊，毋过咱的选民对咧民主党吼，讲要扩大大法官席次吼，伊嘛无赞成。伊嘛无赞成。大家嘛无赞成。就是要甲这个比例吼，自即阵的尊重这个原底的体制，这是大家较多数的想法。OK， 所以咱来看讲吼，这个 Amy Coney Barrett 吼，若是即时就任会当解决到讲吼较争议，可能 mail in 就是由这个假批来投票这个部分啊吼，这个时效这个问题吼，啊嘛当解决掉这个大选以后可能拄到这个验票问题，这是共和党。这个徛立场吼，但是这个民主党吼对着讲啊要强杀掉这个大选进程通过着遮尔大的这个争议的大法官人选，吼就要求选民用这个投票制然后来制裁共和党吼，所以嘛亲像讲哦，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票一下抢quyền这款现象出现啦吼。另外，这个党内进步派嘛提出着讲吼，要扩张着大法官席次的这个想法啦吼，啊甲这个部分咱讲保守派伊伫遮的这个优势吼，该吼分割较济咧啦吼，所以咱继续要来请教罗委员，就是讲吼。真正，这个民主党有这款这个声音出现，就是讲，因为这个提名啊，要甲这个扩权吼，佮甲其他这个席次提高悬，互伊的这影响力莫遐尔悬。但是这个部分，咱头拄嘛听到赵新兄讲的吼，可能有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选民嘛是无认同吼。所以伫遮啊，这个大法官的这提名到底是共和党啊较赢面，还是民主党较赢面？我即马拢跟提名有通过啊嘛吼。我是感觉讲对这个共和党对川伊的这选情，我是感觉是较有利啊。OK。我的理由是感觉讲吼，因为你甲这面虽然讲进前都已经5-4吼，算讲保守派较赢一点嘛，但即届吼，算讲伫川的人来，你搁提一个另外保守派的，算讲迄保守派针对这甲进步派的迄比例变成2-1啦吼，2倍。啊，对川的选民来讲，就是讲，我选的人即马愿意来执行吼。算讲较保守的这款意识形态的这个算政策，也是讲对于宪法的改税。所以讲我选的人有针对我所关心的这个议题，还是讲我关心的这个立场吼，有派人要甲伊算讲保护。是吼啊，当然既然安尼，我就爱甲停啦，我甲伊停落。所以我感觉讲，伊对这保守派这边的催票作用，这是有出来。OK。啊，当然嘛会当讲民主党是惊讲吼，因为惊遐嘛。也是讲即个，互伊刺激着吼，所以讲到我嘛爱出来投票。但是我即个感觉讲，因为即个民主党这人是算讲四党吼，都是 united 吼，团结伫咧反对川普。啊，看即个人看袂起啊，嘛对嘛起到要死吼。所以讲，佮因为即个保守派即个法官的提名。啊，搁会当来增加，我是感觉讲应该差不多进步，要安怎增加？你也是讲迄个算讲较少数主义吼，要出来投票吼。啊，问题是伊本身除了天主教以外，啊，伊搁有即个领养吼，算讲迄个其他国家过来，应该我会记得是非洲迄边的囡仔嘛，吼，也是讲那 Caribbean 是迄个囡仔，所以讲伊的伊本身的 credibility， 伫这个所在，你无法度甲质疑啊。OK， 所以我感觉讲。基本上，当然有可能，迄个自由派的选民会嘛，因为安尼讲，烦恼保守派会遮尔大，所以讲，咱一定要选一个算讲民主党的即个国会吼，也是讲民主党总统要来制衡。是啊，但是即马我是感觉讲，即个伊对保守派的选民的即个
激励作用较悬。有影吼，这个保守派可能这个大官提名吼，吹开会出来吼。但是咱嘛要过来关心着讲吼，这个顶礼拜，咱嘛看到讲吼，上尾一场吼，尤其是这个第二场的这个部分啊，上尾一场咱讲的这个总统辩论的这个部分，咱来看讲整理的这个重点有啥物啊？嘛是关注到这个疫情吼，尤其咱看到顶礼拜这个部分哦，拜六甲礼拜时阵，这个美国佫创下咱讲吼高日上悬的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啦吼，可能嘛是有这个投票，大家去投票，啊无吼，这个咱讲的这个社交距离也好啦吼，等等这部分，所以咧拜登就佫批评讲吼，川普这个处理疫情根本就是这个 tragedy 吼，根本就是一场哈大悲剧啦吼。美国遐尼侪人吼，因为这疫情来死亡是事实啦吼。另外，川普是讲啥？美国政府若是及时关掉边境哈，伊当阵吼无这个死亡率吼，已经比起这个其他国家低真侪啊吼。另外，针对着国安的问题啦吼，这个拜登是讲伊无提过着国外的任何钱啦吼，啊，但是 Trump 伫咧中国有一个口罩，因后生吼伫中国无趁钱，为了这个趁钱的人是 Trump 啦吼。但是这 Trump 是回啥？我是生理人啊，伫2013年，这个伫中国开这个口罩，2015年就关啊啦吼。所以当阵拜登做副总统的时阵，也搁甲中国咧做生意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伫咧国安议题，也是讲伫中国有财产啊无财产啦吼，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吼争议啦吼。另外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族群的这个问题啦吼。这主持人是问讲吼，这个非洲裔的这个爸母真烦恼吼，囡仔吼警察主义的这个情况吼，爸母是安怎烦恼吼？拜登是讲，我的查某囝是这个社工人员吼，非常的了解吼，会用到更较包容的这个社会吼，是咱美国社会所需要去这个推销的这个部分吼。另外 ，Trump 是讲吼，我把家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忧虑吼，尤其拜登47年来啥物拢无做啦吼，啊，伊做了这个司法的改革，另外咧，这个自林肯总统以后，无人替非洲裔做遮尔啊济啊吼，所以咱嘛要继续来看讲，其实咱伫咧选情的这个上尾一礼拜内底吼，咱佫看到 Philadelphia 吼，佫有这个非洲有这个吼，佫叫警察这个当时这个风波伫吼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件可能佫出现啦吼，会对这个选情有啥物款的影响无？咱佫继续来请教这个文教研究员啦吼。虽然看到这个辩论的重点吼，其实真济，有国安呢有疫情啊，也佫有这个族群的这个问题啦吼。上尾手咱看到这个族群呢，可能佫有伫这个选情上尾一礼拜出现一寡变化吗？我想谭大有讲过，就是因为这选前的一礼拜，尤其即摆已经有人已经进行所谓迄个用通讯投票。是。啊，第二点呢，我看见有搁咧提起讲14张的，有要想办法讲啊，敢会能够改变。后悔投票啦吼。所以呢，我看即摆已经是要投已经决定好。OK。嘿，啊，第二点呢，我感觉这个我嘛是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民调呢。美国的主流民调是较支持民主党，是哦啊非主流的较支持川普，哦，就想讲，这个辩论了后，都有两个民调，哦，就真趣味。第一就是福斯，福斯民调伊讲讲，川普伊的认同率是45%，是啊，迄个 CNN 呢是讲啊24，OK， 拜登较。一个是 pro Trump， 一个是 pro Biden 哈，一个较支持相安。我讲这个物件就是讲，伊的媒体所有伊带动的政党的喜爱，哦，我看这是空气才能结的呀。OK， 我是认为安尼，是，所以我感觉吼，咱即摆应该静静啊看因的选举结果。OK， 是，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讲吼，自这个辩论了后，这个民调吼，大家嘛是有这个机构效应伫咧吼，这个 CNN 当然嘛是较支持民主党，因为讨厌这个 Trump 啦吼。啊，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头拄也是讲顶礼拜一直咧讲啊，拜登即件吼实力大啦吼。真正影响到什么款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选情无啦吼？咱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过去这个社群媒体吼，真正先安怎先甲这个Trump 的这个 Twitter 甲消音啦吼，所以嘛有看到这款的这个现象。美国媒体这个研究中心 MRC 吼，就是这个三大媒体 ABC 也好、CBS 也好、NBC 也好啦吼，这3个月来关于到这个 Trump 的这个负面报道吼，差不多92%啦吼，但是这个拜登这部分敢若3-4%。另外咧，面册也好、Twitter 也好，政治性内容的这个真实性的这个问题吼，咱看到其实2016年的时阵，人咧讲的是这个 Trump 这个部分，但是即阵哇，这个封杀拜登这个买特节这个代志啊，这个部分啊吼，可能相关的这个大文也好，还是讲这个封锁发文的这个部分 ，Twitter 这执行长哦，咱讲 Jack Dorsey 吼，
伫10月16的时阵，嘛为着伊封锁的这个行为来道歉啦吼。啊，另外就是讲英国知情媒体人吼 Morgan 伊安尼讲，自日前家己日前伫咧专栏头顶写的这个这位 CNN 为什么无爱报这个拜登家族的这个电邮门的这个歹代志啦吼，这个 CNN 取消通告啦吼，这嘛是另外一个争议。New York Times 是啥？讲啥面册和 Twitter 毋是媒体平台，是宣传的这个机器伫咧吼。所以咱来看讲，哇，这个社群媒体嘛是差甲真加滚吼。主流媒体可能有这个特定的这个支持者，但是社群媒体敢会影响到这回这个选情？咱继续来请教赵先生。其实咧，讲邮件门这物件吼，就是讲一个月进前吼，就咧放消息啊。所以讲，咱美国的社会有一个心态准备啦，有一个准备。OK。另外就是讲一个较大的媒体吼，伊讲代志较讲证据啦。伊对我是讲证据无够，袂当黑白报道啦，袂当黑白报道。啊，不过若是 NCC 在美国可能叫伊来讲是毋是爱关起来吼？因为讲92%对无？差遐济。啊，不过伊家己判断的这个标准啦吼。所以讲美国照理来讲，政府是非常的尊重讲媒体报道的权利。伊讲甲伊质疑啦，讲质疑啦吼，讲安尼毋对，安尼毋对吼，讲这足烂的吼，莫甲伊看，不要紧。所以麦当讲头拄我讲的这个守门的这个机制伫咧啦吼，这个 Twitter 也好，面册也好，因有这个 gatekeeper 这个效用伫咧啦吼。对。啊，纽约邮报是较应该是毋是 Times， 应该是 New York Post 啦，应该是 Post 哈，因为 Post 较这个 tabloid。对啊，对因来讲嘛是一个市场的展现。因为大媒体无要报的时阵哦，伊个机会就来啊。是啊。啊，即马大家嘛是有在讨论啦，吼。啊，毋过这是网络的情形较济，这是事实啦，这是事实。所以咱继续请教这个赖委员吼，社群媒体其实拢是过去咱嘛讲吼，一个真大这个战场，尤其对着这个选举啦吼，主流媒体这个部分。这特定的立场咱都免讲啊，但是这回若是讲关于着讲Trump 这个大文去用封锁，还是讲这个关于着这个 Joe Biden 因后生 Hunter Biden 这件事件来看啦吼，社群媒体会扮演什么款的这个结果啦吼，就是讲真正因若甲这个消息不互伊打，尤其这个 Trump 就是遐尔爱用 Twitter 的这个人，对伊来讲真正是无公平吗？我想吼，因为适当前算讲社群媒体互人批评，尤其美国伫遐批评是讲吼，你都互即个Russia 伊放即个假消息吼，世界伫遐乌白乱来，啊你本身嘛无做任何一点的即个处理，是，啊毋单是讲一个 Russia， 连讲迄进前较早进前，算讲 ISIS 吼，伊嘛是利用社群媒体嘛，咧开始咧 recruit 吼，还是讲算讲放伊本身的对外宣传，所以讲迄当阵是因为讲社群媒体。就讲即款的即款的代志爱负责任，起码爱保证讲即社群媒体内底吼，毋是事实的即个消息吼，袂当黑白乱来吼。我是讲即届应该是社群媒体，先莫讲是毋是伊本身就是迄个pro Biden anti Trump。OK。是讲迄个伊一只算讲甲真侪只物件甲禁止，而且理由是啥物款的？哦，可能是讲是毋是认为讲迄个 Hunter Biden 即个消息迄当阵无法度 confirm。OK。所以讲认为即个物件出来是敢若亲像是疑似啦吼，敢若迄个 Russia 伊本身咱讲迄个influence operation， 讲影响战吼，即款的即个作为。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伊要做即款的代志时阵，即个会当来了解吼，因为适当前互人袂甲安尼，你定下做一个处理，啊，毋敢讲伫即届，包括讲伊算讲伫旧年伫法国，2018年法国选举，2019年包括伫即个澳大利亚跟纽西兰遮个选举，算讲拢认为讲社群媒体的处理是一个会当互做选举回归正常吼，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工区。所以即届的迄个物件，到底是讲伊是真正是反对即个 Trump， 还是讲伊是感觉讲遮个消息真侪拢是 unsubstantiated， 就讲无啥物证据吼。算讲有真侪物件你甲伊放做伙，但是你甲遮物件放做伙，你是用推论吼，甲伊连起来，但无保证讲遮物件都真正都一定是安尼，吼，啊是讲用即个speculation 用推论甲连起来，即款的物件，敢会当做一个你会当世界乌白乱放的一个消息。当然个人本身吼，我会当做即款的推论，这是我即个言论自由。是，但是还是讲甲即个名写出来。敢若亲像是讲新闻是安尼写的时阵，就变成讲这就真假难辨，真啊假真歹，会让真歹处理讲，这到底是不是新闻？是个人的意见是个人的意见，新闻是新闻。嘿，所以讲我是讲伊伫遮的即个算讲处理，敢若亲像是
要安怎掠讲，这到底是个人言论自由，还是讲这实际上这是新闻一部分？所以讲像讲迄个 Trump， 还是讲伊支持者就是讲，我伫我的迄个面册顶头，我放即个物件，你甲我 block 起来；我伫我推特顶头，我写一个物件，你甲我 block 起来。这是你对我言论自由的即个封杀啦。但是对因来讲，你这个物件，你敢若参像是引用，实际上这是无证据，无经过这个证实的这款的新闻。有啊，嘿，所以讲这我就因为安尼，我就甲你动起来。是，所以咱们看到讲吼，4当前这个 Trump 还是讲吼，过去咱讲可能有一寡外国势力来影响到这个咱讲伫社群媒体啦吼，所以咱讲有一寡这个机制伫咧这回这个选举嘛，当看会到吼，但是这到底吼，有人会信啊无信吼，其实咱就看讲买手这个民调，还是讲吼，咱讲选举的结果，再来看这个部分吼。但是咱搁要回过头来讲，关心到咱台湾的这个部分。美国伫咧一礼拜内吼卖咱2摆这个武器啦吼。咱嘛先来看讲吼，这个小连线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中共吼有甲伊制裁讲，哇，3间公司袂甲伊做一寡这个生理的这个部分吼。但是美国无要甲插，继续卖咱武器，先做来看。美国国防部批准3条对台军售，包括攻击性武器，引起中国的不满，宣布被制裁3间美国企业。过无几天，美国国宣布要卖100粒欺诈反舰飞弹，总金额差不多23.7亿美金。一礼拜内2遍对台军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息。也佫讲，民进党政府对中国军事霸凌，唔知影扎家己的材料。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不自量力，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加剧台海紧张，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面对中国强硬武器，刘委会认为，台湾向美国等国家采买军备，充实防卫能力，是捍卫国家负责任的作为。希望中国爱理性看台。台湾也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量，遏制中共变本加厉的对台挑衅施压。我们要再次呼吁对岸，要理性克制，切勿挑衅生事，勇于承担维护台海和平应尽的责任。就伫美国对台军售两岸互相伫咧抢渡的时阵，中国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一个学生旅5天4年的行军，到西北部某一个综合训练基地，开始导弹种高强度加极限距离的射击考核。对准目标实施火力压制，中国军方讲目标区域已经达到火炮的上大射程。无视中国的军事演习，台湾也举行建备周。士兵藏伫咧伪装真济资源回收不地战车下骹，结合民间的铁工程做稳备训练。上特别的是，这台黄色的工程车其实是混霸装甲车，国家查帮盗窃伪装，顶头喷灵魂启动，展现国军的用心。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人咧又讲吼，到底有这个10月经期无啦吼？就是讲吼，台湾吼，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川普来承认台湾还是什么部分吼？但是咱无看到。但是即阵美国卖咱什么？伫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上尾一礼拜，来说吼卖咱的这个军事武器啦吼，咱有这个原定的这个陆江的这个飞弹也好，也是讲这个海马斯咱进前讨论过吼，多讲的这个火箭啦吼，另外佫有 F-16这个新型，伊这个照头内底会当去探到讲敌军的这个部分会当随时传到来咱台湾吼。是讲另外的10月2日，就是上新的这个吼有100套的这个鱼叉反舰这个飞弹系统啦 ，HCDS 啦吼，有效攻击吼，咱讲伫海面部队啦吼，射程有124公里啦吼，咱讲吼即阵这个100外套要部署伫咧这个咱讲伫咧外岛这个部分吼，所以咱看到军事买武器的这个买卖感真正是吼因为这个选举要互中共一寡压力咧，咱先来连线到咱伫咧美国的叶教授，叶教授请讲。恭喜在位哦，这个跟对抗中国这个整个事件哦，不是这么连接在一起。其实来讲啊，这是一个长时间对台军售、维持台海军事平衡的一个概念。
若是要维持这个概念吼，讲实在的，毋是讲敢若 Trump 也是拜登，啥物人做美国总统，伊认为有这个需求要维持这个台海平衡，因为他们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台海打起来嘛。他们的战略地位来讲，这是上歹的事情，所以讲吼。对，是对，所以讲吼，你若是看吼啊，最近中国对台的军售吼，这到底是啥物讯息啊，啥物 signal 啦？讲实在话哦，那个 signal 部分其实不太大，其实大部分的主要程度还是它是一个照流程慢慢走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常态性的结果。那所谓的 timing 就是这时阵出来，是不是因为讲要选举啊，所以讲我特别来对台军售，不是，只是流程走完了。只是流程走完了，因为若是讲吼，川普无调啊，拜登要做总统啊，以后嘛是会继续选举啊。你想看卖吼，奥巴马的时阵吼，其实来讲吼，即便台湾是马英九做总统，但是对美国的军购案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不停下来，只是数量上的差别，需求上的差别而已。所以咱看到了吼，真正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要卖互台湾吼，是照流程吼。所以这个咱看到虽然是这个选前第7天吼，进前吼放出这个消息啦吼，咱嘛看到国防部嘛证实啦，但是咱讲到真正这个选举已经到上尾1礼拜，到底这个谁赢，拜登赢，还是讲这个 Trump 赢啦吼？咱讲真正对台湾还是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有啥变化？咱继续过来请叶教授。嘛是同款，因为即马吼，美国对抗中这款代志吼，是就支持的。这支持嘛毋是讲敢若川普在支持的啊，民主党嘛在支持。最近推动的跟台湾有关的，像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被的修正案，迄是民主党加共和党共同提出来的呢，迄毋是共和党自己搞的呢。所以讲，而且选民来说吼，一般民众将近70%几的人都对中国有反感，所以说这不会是一时之间的事情，这个其实跟这个肺炎武汉 coronavirus 整个加总起来，它会有一个加总的效果。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预期说今天若是讲川普不调啊，台湾就害啊，讲实在话，不是安尼啦。我在看吼，你若是用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吼，事实上美国的政治轮替对台湾是会有影响，但是迄影响敢有较大，其实讲无遐大啦。而且即马整个 grand strategy 都是去 contain China， 只是 contain 的 strategy 也无共。即马川普是甲摆了比较双边硬碰硬的方法来甲中国硬撞，但是。拜登哦，民主党哦，他因为做法就是讲哦，因为连同那个一些 ally 一些盟友一起合作来控制中国，所以讲是策略不一样，但是属实讲会反中的浪潮并不会因为川普无调就无啊。是啦吼，所以这场这个抗中牌吼，可能袂因为这个选举结束来结束啦。咱们看到共和党、民主党对抗中国这个情势已经是唱悬了，但是买手安怎做，可能有一寡这个变化。若是讲这个 Trump 吼继续连任吼，可能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政策继续这个 bilateral 嘛，继续支持咱讲的这个双边嘛，还是讲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咱讲拜登也是调啦吼，可能这个抗中牌继续拍，但是可能无共款的这个抗中牌尔吼，继续咱请教咱这个研究员。我是感觉，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迄个拜登当选，其实所有因的政策拢是对美国有利的。OK， 好，那但是呢，俺是强调，俺是爱强调讲，俺是台湾优先，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无代表台湾的利益。哦，所以我是来判断啦，吼，迄个川普若当选，伊可能对中国这部分，伊可能会较温和，但是对台湾即马支持的力量，我看嘛袂改变介济，袂改变吗？上起码嘛别对台湾有危害。OK， 哦，那拜登呢？因为假设我是看呐，这个电邮门所显示的，伊甲中国有遮密切的关系。当然，伊若就任了，对中国伊所有的政策可能会较软势。哦，较软势，对中国较软势。尤其是日本嘛咧烦恼，因为日本烦恼讲若总啊拜登若当选，伊当然
民主党的路线，就是拢较亲中。OK。 是，这是我的。但是即阵咱嘛看到吼，就是讲规个这个美国整个的这个社会参众两院内底，咱看到讲啊，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度，唔是干那共和党尔，这个咱讲民主党的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这个相关的议题上嘛有这个关注啦吼。尤其咱讲军事武器这买可能嘛唔是这个 Trump 政府讲的准赌算啦吼。民主党的这个部分嘛，坑真大的这个部分，咱继续搁请教赵新兄啦吼。安怎来看讲吼，真正这个咱咧要讲到底像这个赢吼，可能11月初3答案。 也未出来，但是这个抗中的路线，也是对台湾的政策，美国会安怎做调整无？应该安尼讲啊，吼，这美中两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冲突，这是未改变的。OK。啊，不过有一寡差别，就是讲手段会改变。若是拜登当选的话，伊是较多边主义，即国际组织即款物件，伊会重新甲做伙。是。啊，利用多边组织即款的，足侪人吼，足侪国家吼，对中国。 造成制约啦，是安尼。啊，川普是较单边主义，就是安尼。啊，毋过就是佫有一个吼，就是讲共和党还是川普，伊较重视的是讲权力的冲突。OK。吼，啊，毋过佫有贸易的这个差别，像趁的钱较济啊，吼，利益啊，工作机会即款物件吼。啊，毋过对为这方面来讲吼，民主党吼对北京来讲吼是较难缠的对手啊，佫较出头佫较济啦。为虾米？人权的问题伊足重视的，香港的问题啦、新疆的问题啦、蒙古的问题啊，吼人权的即款的普世价值的物件是民主党一向足重视的物件。是。反正咧，即款的几个议题的内底吼，较歹处理，因为钱会当解决的物件吼。 北京有无得惊的，钱袂当解决的物件吼，是较麻烦的，讲有影是安尼。OK， 所以可能这个对中国来讲吼，像这个选调吼，对来讲影响嘛真大啦吼。但是咱搁讲回头啦吼，就是讲这回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可能真正就是这个时点到啊、流点到啊，可能甲选举的这个影响较无遐尼直接的这个关系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美中的这个对抗台湾伫遮吼，可能伫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掌握头顶嘛是爱掌握啦吼。所以连咱讲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无直接的关系，但是伊透露什么款对中国还是对台湾的这个信息，咱继续来请教罗委员。我可能我的看法有一点仔无共款， OK， 就是讲虽然讲美国无论讲拜登还是讲 Trump 啊，共和党、民主党拢认为对中国开始爱较迄个强硬一点嘛，啊嘛算讲嘛真支持台湾吼。 但是我感觉伊的方向甲内容可能无共款，是，尤其是讲即个Trump 伊用真侪，算讲奥巴马迄时阵的官员，啊当然除了讲迄个算讲拜登吼 ，sorry， 迄拜登伊用真侪奥巴马迄当官员，啊拜登本身伊即个团队是认为讲 Russia 才是上主要敌人，啊但是中国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嘛会当甲伊合作。 OK， 算讲伫迄个气候变迁啊 ，climate change 这款的议题啊，包括讲迄个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啊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意思就是讲北韩的问题嘛。Trump 愿意直接甲即个金正恩，两个算讲小对面嘿，啊迄金正恩或者金正恩即马对于迄个感谢到讲，听讲 Trump 咧破病，吼嘛写一个 beautiful letter， 甲伊慰问一下对无？吼。 嘿，啊，但是这个拜登就算讲转去伊奥巴马当阵的 strategic patience， 吼，咱讲战略吼，这个耐性，是，算讲无要甲迄个算讲金正恩比较见面，啊，但是伫遐就变成讲伊家迄北韩的政策outsource互中国嘛，是，要拜托中国来处理，川普本身直接甲北韩咧用的时阵，啊，中国就变边啊，所以讲中间这所造成中国对美国会当使用的这个 leverage 的差别真大，吼，啊，另外一个部分是讲。 拜登伊对头到尾，因的团队拢无讲印太战略，是哦，咱讲 Indo-Pacific strategy， Trump 有咧用，啊嘛，即马开始有，算讲包括日本、包括 Australia、包括即个 India， 吼，算讲拢有开始来甲伊美国来合作，啊，包括迄个东协这个国家，阿想一开始算讲真无愿意，但即马嘛逐渐吼，嘛开始要接受这款的即个语言。 这款的看法，所以讲伊伫去年有一个亚细安迄个 Indo-Pacific Outlook， 这个政策出来。但是讲拜登入来的时阵吼，无听过伊讲要用 Indo-Pacific， 啊，上重要是讲伊对这个伊可能认为 Indo-Pacific 本身是对这中国非常的围堵，啊，迄个甲伊迄个对抗，所以讲较无关系。啊，是讲伊的本身看法。
是安尼的时阵，必然讲真侪即马咱即马所知影讲围绕这个 Indo-Pacific Strategy 印太战略，这所谓这个安排，到时阵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会甲拍破无安尼吼？是该拍破，是讲，也是讲，迄拜登想讲啊，不要紧啦，我动用奥巴马迄个亚洲再平衡这块的政策来取代，也是讲啊，就迄个再平衡这个政策开始出来的时阵，伊甲 Indo-Pacific Strategy 本身的方向就无共款的哦。那包括讲，我讲迄即摆你讲供应链 supply chain reorganization 吼，这物件真有可能拢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所以我即摆咧讲是讲吼。即个先莫讲甲台湾的关系，干那讲安怎面对中国即个态度，甲伊用什么样的迄个手腕甲手路，所以讲迄个拜登甲迄个 Trump 这两个团队的想法就非常无共款，完全无共吼。所以真正咱看到即个 Trump 上任的时阵是两只火车母，咱看到是即个美国中国对呛啦吼。啊，若是真正是拜登这个部分，照即个赖委员的这个讲法吼，可能若是讲奥巴马迄个再平衡吼，亚洲再平衡，真正路线顶吼，可能一个大调整啦吼。咱也要讲到这个台湾的这部分吼，所以对台湾的这影响会是安怎吼？大家嘛是真关心啦吼。所以后礼拜咱嘛有真小连续一寡这个报道会继续来去进行啦吼。今嘛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